大家最近週末北上珠海、深圳食燒味，有冇遇過一塊無骨好似紙咁薄嘅燒豬肉呢？有啲人食完甚至一肚氣。最近網上流傳話呢種價錢平到離譜嘅無骨豬，其實係無良商人用膠水同唔知咩肉碎拼湊出嚟嘅合成豬。有網民喺 Facebook 群組全港店鋪執笠結業消息關注組開 post， 影住一隻金黃色有頭有尾但偏偏無骨嘅燒豬，標題大大隻字寫住合成豬真身，結果貼文即刻洗版。有網民狂轟合成豬嘅人工仲貴過買隻真豬。不過同時又有好多香港網友無奈留言，食完真係一肚氣，薄到似紙，油膩到令人反胃。其實睇真呢張相，隻豬皮肉分離，薄到好似一張 A4 紙咁，披喺個半圓鐵架度，切開入面連一條排骨嘅痕跡都摳唔到。金黃脆皮下面就係一層透光嘅肥膏加薄薄瘦肉。唔少人即刻喺留言區茶餐廳式吹水。有師兄話買咗半斤返去，成盒嘢輕飄飄，微波爐一叮，成盒化晒做豬油，剩低幾塊脆皮喺度浮沉。又有苦主直擊，大陸啲燒豬片到肉好薄，醃料冇香港咁濃，食過完全冇肉味。呢啲真實嘅描述，笑中有淚，真係講中晒港人中伏之後嗰種又荒謬又無奈嘅心情。面對呢種唔一樣嘅燒肉，好多人嘅第一反應都係懷疑今次係咪又踩中咗科技與狠活嘅陷阱。不過喺恐懼同埋聲討無良商人嘅背後，有冇人冷靜落嚟諗個問題？點解明知平島唔合常理，口岸嗰啲燒味鋪依然大排長龍？其實呢個唔單止係商家嘅算計，更加係我哋嘅貪平心態作祟。平時喺香港食個簡單頹飯都要60-70蚊，去街市斬半斤燒肉，閒閒地過百。一家人週末想食好少少，燒味加入，屈下都300-400。踏入2026年，香港餐飲業爆發倒閉海嘯，前幾個月已經有10幾間老字號執笠。香港人喺高物價嘅環境壓抑得太耐，當我哋搭上北上嘅列車，見到珠海、深圳燒味檔掛滿全廣東話嘅宣傳牌，標價30蚊一斤，嗰種終於可以報復性消費、豪氣一次嘅心理就完全蓋過常識。尤其係中年嘅家庭支柱，平日加班供樓供仔女，見到平價就覺得今次梗係抵，結果拖住成袋空殼脂肪返屋企，先發覺中伏。呢種唔係單純嘅貪便宜，而係香港人生活唔容易嘅真實寫照。太過渴望追求嗰種買到賺到嘅快感，搞到好多人自動關閉咗常識雷達。商家只不過係迎合咗我哋想平靚正嘅錯覺，而真正為呢個錯覺埋單嘅係我哋自己對食物質素嘅妥協。只要我哋重拾常識，呢個合成豬嘅都市傳說根本不攻自破。大家不妨諗深一層，櫥窗掛住嗰啲豬有頭有尾有脊骨，如果要用肉碎同膠水喺流水線上慢慢拼，仲要保證喺高溫猛火嘅烤爐入面燒幾個鐘都唔散架，呢個人工同技術成本分分鐘貴過你直接去屠房買一隻真豬。心水清嘅網民都指出，早喺2025年，屯門已經有燒味鋪引入過呢種無骨燒豬，當時賣88蚊一斤，行內人已經笑住話邊個老闆會傻到用膠水合成。再講遠少少，其實早喺香港80-90年代，甚至喺星馬嘅傳統燒臘鋪都有類似嘅豬殼燒法。所以話呢啲係生化科技，實在係一種缺乏常識嘅過度恐慌。既然唔係合成，點解會薄到似張紙咁誇張？當我哋深入拆解，你會發現呢個已經唔單止係一單飲食避坑指南，而係內地餐飲業極度競爭下嘅一個殘酷縮影。喺目前嘅通縮壓力同埋競爭之下，租金、人工壓力大到爆。如果唔將一隻豬用到盡，邊有錢交租？商家要生存就必須將食材算到盡。呢種豬殼經濟根本係商業達爾文主義下嘅生存之道。資深中餐廚師解釋過，呢種豬上爐之前，師傅會做極其徹底嘅起骨，剔走全部胸骨，跟住最狠嘅係將豬身上最厚實、最靚嘅瘦肉大面積割走，用高幾倍嘅價錢賣俾小炒店或者煲湯。我哋不妨攤開條數嚟計下，一隻生豬來貨價大約2000到2500蚊，師傅刨開之後，將最靚嘅五花腩、梅頭瘦肉大片抽起，轉手用80到100蚊一斤賣俾潮州大排檔做小炒，或者賣去高階餐廳做黑毛豬菜式。單單係呢部分，其實已經翻本兼賺晒。
剩低嗰個空蕩蕩嘅豬殼，得返一層皮，薄薄嘅肥膏同極少肌肉纖維，用半圓形鐵架撐開，因為超薄，猛火一燒，幾分鐘就爆花酥脆，燒烤時間同燃料成本直接減半。最近蓮塘商業城啲燒味鋪就係靠呢個方法，每斤只賣25到50蚊人仔，一間鋪日做5萬蚊生意，靠港人捧場，等於將資本運作發揮到極致嘅拆骨算盤。一隻豬起骨之後分開賣，等於一隻豬賺足2次錢。大家以為排長龍係執到平嘢，其實人哋只係將最靚嘅肉割走賺大錢，剩低嗰啲下欄嘢就包裝成特價品用嚟給你客。商業上算住算住，代價自然就係味道大打折扣。當一隻俾人掏空咗嘅空殼豬擺喺你面前，嗰種落差感真係好大。對比返我哋傳統嘅慢火烤燒肉，師傅係用時間同手藝去俾心機。你試下行埋去傳統香港燒臘鋪，砧板上咔嚓一聲，師傅一刀斬落去，肉汁喺砧板度爆開，香氣即刻撲鼻。一塊靚嘅厚切燒肉，頂層係芝麻爆花脆皮，中間係晶瑩剔透嘅白肉，底層係紮實醃到入味嘅瘦肉，連住嗰條帶有五香粉同玫瑰露香氣嘅豬肋骨。你同師傅講俾半斤半肥瘦，搭單要條骨，佢笑住應你。嗰種人情味同實在感係幾多錢都買唔到。連住嗰啲骨喺漫長嘅燒烤過程入面，唔單止鎖住肉汁，仲令到骨香同師傅重手塗上嘅醬料慢慢滲透入肉，咬落去皮嘅脆、脂肪嘅甘、瘦肉嘅鹹香夾埋一齊，嗰種係有厚度、有靈魂嘅味道。但口岸呢啲無骨豬，商家追求嘅得2個字：算計同效率。因為肉層太薄，根本承受唔住傳統嘅重口味醃製，稍為落多粒鹽都會鹹到苦，所以只能夠醃得好淡，結果放入口淨係得表皮嗰下嘅脆，跟住就係滿口毫無層次嘅油膩。難怪大批北上港人滿懷期待買返屋企，食完之後大嗌中伏，感嘆呢個根本唔係食菜啟，我哋係喺度食緊一塊有味嘅脂肪。其實呢次無骨燒肉事件只不過係香港人龐大北上消費浪潮入面嘅其中一個縮影。睇返資料，2026年清明復活節長假，超過235萬港人北上，其中181萬人次專程去深圳、珠海，當中77%就係為咗食平啲。蓮塘商業城嗰啲燒味店靠港人日做5萬，硬生生搞出一個港人經濟。但係食完呢啲無骨豬之後，網民開始反思。平係平，但味道同回憶值唔值？呢個資料正正解釋點解今次中伏事件會有咁大反響。大家係帶住期望去，帶住失望返。下次大家去到珠海、深圳，尤其口岸附近，見到全場香港同鄉排緊隊嘅特價鋪頭，記住停一停。你可以用眼睇下，櫥窗隻豬有冇用大鐵架撐開，肉層有冇薄到透光。你甚至可以開口試探下一句：師傅，我要搭骨厚切。如果佢俾唔到，或者吞吞吐吐，你就心照。當一樣產品嘅價錢平到唔合理，佢肯定喺背後抽走咗某啲核心價值。呢塊薄到透光嘅無骨豬，其實反映咗內地餐飲市場嗰種迫不得已嘅競爭生態，亦都照出咗港人喺大灣區消費熱潮中容易踩中嘅盲點。當我哋為咗慳個幾十蚊，慢慢習慣咗去排隊去食呢啲毫無靈魂嘅有味脂肪嗰陣，我哋失去嘅可能唔單止係一塊靚燒肉，而係對食物品質最基本嘅要求。平價的確有佢嘅吸引力，但有啲質感同回憶係永遠冇得用平價代替。唔知大家又有冇買過呢啲無骨燒豬？定係你心目中都有一間無可取代嘅香港老字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下你嘅經歷。如果你覺得今集拆解得夠通透，幫你睇清咗啲消費背後嘅盲點，不妨俾個 like 支持下廣東話製作。亦都 share 呢條片俾身邊準備北上嘅親戚朋友，等佢哋避下伏。